多學滑雪，但揾唔到 partner。與其等約下次，點解唔可以一個人快閃滑雪？一個人去5日4夜滑雪，點部署？行程點安排？太遲 book 酒店都隨時成行，交通點安排？點樣玩？呢條片一次畀晒你睇，我獨自升級 EP2，開始。同 EP1 一樣，今次都係以富士山為中心嘅兩個滑雪場作為目標，富士山 Yeti 滑雪場同埋富士天滑雪場。酒店選擇御殿場站附近嘅東橫煙，方便自駕來往兩個雪場，亦都方便晚上解決晚餐安排。最後介紹埋5日4夜行程，包括兩個整天滑雪。比起其他滑雪熱點，呢個行程可以1月頭先 book 機票酒店，2月尾成行，唔使硬食貴酒店，全部使費控制少於1萬蚊港幣。講住咁多先，跟我出發啦！今次搭嘅係廉航，預時間要鬆動啲，個閘口都遠過人。去到篤飛機冇嘢食冇戲睇，只有瞓，一路瞓到降落。落機過關攞行李之後，跟住就去攞車。成田機場攞車都集中機場北面，好近，但行唔到過去。拖 B 出閘就會見到租車 counter，但係唔會見到人。今次我租嘅係 Nippon Rent a Car，要用佢部機登記租車資料，攞張飛出去揾29號停車位等，佢哋就會有專車接你去攞，還車會送你返機場或者酒店。今次又係 Yaris， 經濟實惠。Nippon 啲車冇 Toyota 咁企理，但好處係一租就立即確認雪胎，唔使問來問去。因為飛機 delay，部車有問題，又返轉頭搞一搞，結果下晝5點先出發，仲要3個鐘先到御殿場，唯有一口氣揸到目的地。今次真係失晒預算，成9點半先到酒店。好彩東橫煙附近夜晚大把嘢食，幾分鐘腳程就行到呢間叫丸源嘅拉麵。呢間鋪都係有 pad 俾你叫嘢，好方便。呢餐係上機前早餐之後第2餐。最後叫咗個味噌拉麵加炒飯加杯 high 波，啲嘢出奇好食，可以翻兜。返酒店已經11點半，快啲瞓啦！出事啦！雖然天氣預測咗會落雨，點知落到咁大，無可奈何，唯有改用 Plan B， 將 Day 4 shopping 改為今日。選擇1當然係御殿場 Outlet， 但係今次我決定突然開箱30分鐘車程嘅 LaLaport 沼津。LaLaport 沼津位於沼津市，市內最紅嘅當然係沼津港嘅海鮮魚生。LaLaport 沼津係區內最大購物中心，有超大停車場，全天候唔怕落雨，因為位處鄉下，停車完全免費。唔好以為鄉下地方冇嘢買，入邊其實一樣有齊各大品牌。有間好大嘅 GU 隔離有間一樣好大嘅 Uniqlo。
仲有近來好 hit 嘅 Workman， 以前好 hit 嘅 Loft 同埋隔離嘅 Muji。冇啦冇啦，2點依然咁大雨，夜場都冇機會啦。呢度有個好大嘅 food court， 坐低食嘢嘅時間。收到 Yeti 雪場消息，壞消息係今日唔開夜場，停雨都冇用。好消息係佢有多啲時間補雪，希望明天雪況可以回復正常。今朝真係晴天啊，個天清到連啲片都爆晒光。本來想介紹返去富士山 Yeti 條路俾大家睇，依家乜都睇唔到。我都同本地人一樣，留係自己部車換好晒衫褲裝備之後，只係攞必要嘅嘢入場。停車場行去入口其實都好近。雖然剛才啲片睇唔清楚，其實我係跟住5、6部旅遊巴入場，啲巴士載咗成100個學生，見佢哋落車嘅陣容，我換衫都慢慢嚟，等佢哋散咗先入場。個停車場都幾大，停車係免費嘅。不過滑雪場其實位於私家收費路段入邊，所以係計咗你㗎啦。Yeti 採取入場制，一定要買飛先可以入去。聽日會去嘅富士天就唔同啦。嗰度係開放式，隨便俾人入去參觀影相。嚟到入口買飛，因為我有衫，所以我只係需要買1日券，4300 yen， 再加一套 snowboard 5800 yen， 就可以由9點玩到晚上10點，非常抵玩。A few moments later.滑雪真係要早到，換衫、租裝備、着裝備、熱身等等，開始玩已經10點半。今日雪場明顯補咗雪，有一層軟軟嘅絲落冰，雖然唔係雪，但係唔會好硬，都幾好控制。剛才已經試咗 B 滑道上段一次，再由 A 滑道落咗山，所有用力方法忘記晒，落到去腳軟。
結果上纜車 PK， 落纜車又 PK， 跌到冇晒信心，所以我都留返係有自動行人步道嘅上段，操練返啲忘記咗嘅嘢先。
怖くないんだけど入ってあそこまで赤いとこまで行ったらそれで耶提雖然係日本最舊嘅雪場之一，但係環境都幾好，尤其室外休息區。餐廳其實都幾靚，比起聽日要去嘅富士天，佢個餐廳就似個食堂多啲。因為個山俾班學生霸晒，所以我就食埋個飯，休息到2點，等佢哋走咗再升級。啲學生走晒啦。行入個場應該係咁先係嘅。今日要離開御殿場，晚上7點返成田機場還車，再 check in 成田機場東橫煙。今早再早啲起身，見到好好陽光，加上身體感覺休息得幾好，所以唔放過最後機會，去富士天滑雪場玩多1個上午。富士天滑雪場最好嘅地方就係可以由停車場直出直入雪場，幾步路已經行到，一入室內已經係更衣嘅地方，跟住係裝備購物區、纜車票 counter， 跟住另一邊門口出去已經係試玩區，完全免費。念のためには
今日我租 snowboard 半日，只需要4500 yen，其實已經可以去試玩區玩半日。如果未學過或者學過機，可以試玩半日。我另外用咗4500 yen 買咗4個鐘嘅纜車券，繼續升級。A few moments later. 富士天仲有個好處 ，Family Course 呢邊嘅纜車可以用手攞住塊板上車，可以將纜車恐懼放埋一邊先。經過2個鐘頭操練，我再次裝返部 GoPro 拍片驗收升級結果。首先，着 binding 嘅難題已經克服咗，因為已經掌握到點由微斜地方揾到重心慢流，依家可以平地着好 binding， 再慢慢避開其他人流出去。上半段雪道俾啲學生拉路，推到一忽忽，好容易卡到；下半段就係硬雪，反而冇 Yeti 咁好。落到下半段，睇下可唔可用 S turn 落到底呢？今個上晝升級完成啦，休息一下就要出發返出去東京啦。呢度望返出去可以睇晒6條雪道，而且成個試玩區算係好大。換衫嘅時候就見得到呢度嘅好處，行返去部車度，放低頭盔之類，攞啲乾淨衫返入去慢慢換，唔使俾 locker 限制，來回幾多次都得。
最後差啲唔記得攞返張纜車卡嚟呢部機退返錢，成500 yen 㗎。成4個鐘頭，終於過到嚟走走正 Outlet， 喺度提提大家由富士山過嚟成田呢邊，最好預先導航，避開首都高斯一，改行灣岸線會避開塞車。呢個鐘數 Outlet 冇咩人，幾冷清。我好果斷咁行咗 Adidas、Nike 同 New Balance， 最後買咗對996就走人，還車返酒店咯。返到成田機場東橫煙酒店，樓下 Lawson 人山人海搶買晚餐。其實咁早夠時間可以搭酒店巴士去機場揾食，我就行去就近嘅 Sukiya 食返餐好嘅。成田機場搭早機嘅話，一律建議早1晚住機場旁邊嘅酒店，所有酒店都有穿梭巴士對應機場最早嘅班次，可以確保足夠時間食埋早餐，買埋手信。今次5日4晚行程就咁完結啦。總結一下，雖然自駕好似比較成本重，但今次落雨就體現到自駕嘅彈性。如果坐車，可能一早安排咗第4日嘅車飛，想臨時改動都唔得。另外2個滑雪場比較，我推富士天比較好啲。Yeti 優點係平啲，時間長啲，又有自動行人步道，比較適合初學者認真嘅起點。富士天就更適合一團人，唔同程度一齊去。識嘅可以買纜車飛上山，初體驗可以只租機試下，但記得着啲防水衣服。親子嘅都有兒童場，長老亦可以一齊免費入場影下相。又有觀光纜車，亦可去餐廳坐低睇下雪景。如果雪季嚟富士5湖，不妨安排半日行程。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鍾意條片請你 Like、Share、Comment， 最好 Subscribe 埋。之後我再有番外篇，包括2個雪場詳細介紹、酒店開箱等等，希望大家有興趣睇啦。拜拜啦，富士山。